歡迎大家收睇浸大中醫在線，今日請嚟錢詠儀博士同我講下中醫點樣預防同埋治療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多囊卵巢綜合症係婦女常見嘅內分泌疾病，但係好多婦女對呢個病又唔認識喎。而中醫點樣去預防同埋治療呢個病呢？咁就請教下錢詠儀博士啦。錢博士，多囊卵巢綜合症係咩病嚟嘅呢？多囊卵巢綜合症咧係一個內分泌失調嘅疾病，咁佢嘅表現咧係會有女性嘅月經失調啦，包括係一個排卵嘅障礙啦，伴隨身體咧會出現一啲雄激素比較高嘅表徵啦，同埋胰島素抵抗嘅情況，咁所以咧喺身體上邊咧都會觀察到病人咧會出現多毛啊、暗瘡比較多啊。身體會喺皺褶嘅位置會出現一啲黑色素積聚，我哋俗稱叫做黑棘皮徵嘅情況。再加上咧，由於一個胰島素抵抗嘅情況，會令到身體嘅代謝出現異常，體型通常都會比較肥胖，同正常人可能食嘅食量一樣，但係咧就係更容易累積脂肪喺身體裏邊嘅。即係外觀上都可以推斷到呢個婦女係咪有呢個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喎？係啦，如果一個婦女佢係出現月經失調，即係例如係閉經嘅情況咯，又或者月經唔準啦，即係可能2-3個月先嚟一次月經，再或者係有啲嚟求診係不孕症嘅婦女啦，佢係想用一啲方法去測佢嘅排卵期，都未必測到有真正嘅排卵嘅現象嘅時候，再加上佢有我哋之前講嘅一系列嘅體質上面嘅表徵，我哋就會覺得呢一個女性會有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傾向。咁咧要點樣去確診咧？就始終都需要一啲西醫嘅檢查，例如係婦科嘅超聲波啦，再加上啦血清性激素嘅一啲檢查去確診嘅。錢博士剛才你提到啦，呢啲婦女通常都會有比較肥胖嘅症狀啦。咁佢肥胖通常邊個位置多嘅咧？通常呢一啲嘅婦女佢哋嘅肥胖咧，主要係以中央肥胖為主嘅，即係會觀察到可能腰線消失啦。另外就係佢哋嘅脂肪積聚咧係會比常人較高嘅，即係可能係體型比較圓嘅一啲女性啦。咁當然啦，肥胖型嘅多囊卵巢只係呢個病嘅其中一部分，或者我哋叫主要嘅一部分，亦都有一啲唔扁型嘅多囊卵巢女性咧，其實身體係會比較消瘦啲，而加上佢哋因為雄性激素比較高咧，反而係會肌肉型少少，係長條狀多少少嘅一個體型㗎。錢博士啊，多囊卵巢綜合症咧個患者通常有咩併發症嘅咧？多囊卵巢綜合症嘅患者咧，除咗係會有月經失調嘅情況之外啦，佢嘅荷爾蒙混亂啦，好多時候會造成咗肥胖嘅情況。咁呢一個肥胖嘅情況都好容易會令女性咧會有長遠嘅心腦血管疾病嘅傾向。咁例如係心臟嘅問題啊等等。咁另外就係咧臨床上邊咧就比較多咧，就係因為排卵障礙啦而引起不孕嘅情況，而且咧懷孕後咧相對於平常女性嚟講啦，流產嘅風險咧係會更高嘅。另外啦，又因為咧長期嘅唔排卵啦，容易咧令到女性咧嘅子宮內膜咧長期都處於一個增生嘅狀態。多囊卵巢嘅女性咧，會比平常嘅女性咧患上咧子宮內膜癌嘅機會咧係高出3倍以上㗎。咁喺中醫學上咧，呢個病咧會唔會邊度人容易患上嘅咧？呢一個病喺中醫學嚟講咧，都會同腎氣不足有關係。咁我哋會覺得咧係同先天因素有關。有啲病人咧，佢哋嘅月經失調啦，原來細問之下咧，都會發現咧家族可能媽媽啦，年輕嘅時候咧生育可能都會有啲問題，又或者都曾經出現過月經失調嘅情況。腎虛係其中一個我哋覺得中醫會引起發病嘅一個先天嘅因素。咁中醫嚟講又點樣去理解呢個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咧？呢一個病咧，佢主要係由內分泌失調而引起啦。咁咧，中醫就覺得呢一個難以控制內分泌嘅情況，其實係一個體虛嘅，即係可能係一個腎虛啦、體虛咧一個基礎。再加上咧一啲病理產物嘅積聚，例如痰濕啦、血瘀啦，阻滯咗經絡嘅循行，沖任失調導致嘅一個月經失調嘅情況嚟㗎。咁中醫可以點樣治療呢個病嘅咧？咁
啱啱都提及過啦，會有體虛啦同埋標實啦嘅兩個方面，所以我哋都要咧就住兩個方面去治療嘅。喺體虛方面啦，需要辨清楚究竟佢屬於係脾虛啦、腎虛啦，又或者腎虛裏邊係屬於陽虛啦定係陰虛嘅。咁咧喺一個補嘅基礎上邊，我哋唔能夠單純補喎，我哋係需要咧去除病理嘅一啲痰濕同埋血瘀，所以咧化痰啦、通絡啦，都係我哋喺治療呢個病裏邊啦比較重要嘅一環。咁我哋都會選用一啲促排卵嘅藥物啦，中醫嘅概念嘅促排卵就即係幫助通血脈啊、通絡啊嘅一啲藥啦。咁呢啲藥物可以幫到呢個情況嘅咧？例如石菖蒲啦、石蘭藤啦、白芥子啦、皂角刺啦。現代醫學嚟講，我哋就會覺得係有促排卵嘅作用。咁好多時候，如果係食中藥之外啦，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咧去針灸嘅。針灸啦，我哋會選用腹部嘅穴位啦，有時候咧都會配合咧足部嘅穴位嘅。咁咧，如果係腹部嘅穴位啦、關元啦、氣海啦，都係一個補氣常用嘅穴位啦，能夠補腎氣啦，幫助咧病人咧補咗佢一個身體虛損嘅部分。另外啦，我哋都會選用一啲比較活血啦，令到血海充盈嘅穴位啦，例如腿部嘅血海啦、足三里啦、三陰交啦、太沖啦等等嘅穴位嘅。咁對呢啲患者平時起居生活飲食上有咩注意嘅咧？咁咧啱啱都提及過啦，痰濕咧都係呢個病咧比較主要嘅因素。咁咧痰濕上邊咧，我哋需要咧病人咧係注意戒口嘅。一啲奶類嘅製品啦，又或者係一啲特別滋膩啦嘅補品嚟講咧，都未必係適合多囊卵巢嘅女性，因為咧痰濕咧係會阻滯咗經絡嘅循行，腸胃消化唔到啦，尤其是係脾虛嘅人士啦，呢啲痰濕就會積聚喺身體裏邊啦。咁所以食一啲補品之前，例如花膠啊、滴雞精啊呢一類嘅產品嘅時候咧，都最好係諮詢翻自己認識自己體質嘅註冊中醫師。另外就係如果飲食不節啦，長期食咗一啲食物係會令到痰濕積聚喺身體啦、經絡不通啦，都會加重咗呢一個病容易發作嘅。另外就係壓力因素啦，或者夜瞓啦，長期虛耗咗身體啦，身體處於一個可能係肝氣鬱滯啦，又或者係肝腎陰虛嘅情況，亦都係會容易令到呢個病咧產生嘅。對多囊性卵巢綜合症嘅患者咧，咁你對佢哋有冇啲食物療上嘅推介嘅咧？食療上咧就要注意啦，補而不膩啦。咁如果化痰濕方面啦，可以試一試咧陳皮山楂茶嘅。陳皮能夠化痰啦，山楂咧係消脂方面比較強啦，同時就有通血脈嘅作用。咁都係一個唔錯嘅食療。咁如果補腎嘅效果咧想強啲啦，就可以選擇啦桑寄生蓮子蛋茶啦。另外咧黑豆水咧同樣都會有一個比較強嘅補腎嘅作用。咁除咗飲食方面咧，有冇啲運動可以俾佢哋做嘅？運動嚟講咧，其實對多囊卵巢嘅女性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因為現代一啲研究都發現啦，多囊卵巢嘅女性咧出現月經失調嘅情況之下啦，如果能夠靠運動咧令到佢體重下降嘅時候咧，呢一啲嘅月經失調咧好多時候都能夠咧恢復翻月經同埋一個穩定嘅月經情況。咁所以我哋都會咧鼓勵病人去多做運動，即使而家啦喺疫情底下啦，未必係可以有好多戶外活動嘅機會，但係至少咧都喺屋企咧每日進行3至5分鐘深蹲嘅一個運動。散步咧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啦，因為佢除咗係肢體嘅活動之外啦，都可以咧幫助我哋放鬆情志嘅，令到個人放鬆啦，幫助咧一個內分泌嘅協調。如果係咧肥胖一啲嘅多囊卵巢嘅女性啦，我哋會建議佢嘅運動嘅密度啦同埋強度咧就要強啲啦。希望以上嘅資訊可以幫到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女性啦。多謝錢詠儀博士接受訪問嘅。治療多囊卵巢綜合症咧，除咗可以接受中藥同埋針灸治療之外咧，都要注意咧健康生活習慣、適量嘅運動、充足嘅睡眠都好重要㗎。想知道啲中醫健康資訊咧，就要留意下集嘅浸大中醫在線啦。拜拜。